车洲舞台世界就是你的。2019年第5届 WBSC U12世界杯少棒锦标赛，对7月26日开始，公司台语台现场播送。阿老台语都有机会用个参加录影上电视，甚至甲10万块的奖金抱回去。公营倒转来，等你来报名哦。咱来去这巴士，你先，哇，power 来了！干那亲像奥林匹克的，去哪比？对，这是咱以早开始的所在。马座，我来啊！忍耐一下。这是公司第一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8日AM 新闻，我是陈家豪。节目一开始，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日柯文哲批评蔡总统做无好，也讲苏贞昌袂见效。政府为着国家安全，禁止公家机关采港、海空卫视、华为加中兴通讯。日本京都同话伫咧透早放放火，有10多人死亡，30几个人受伤。头先咱来关心到咱的政治消息，台北市长柯文哲开始对民进党来呛声。今日透早参加活动的时阵，先来批评总统蔡英文无做好，也听到苏贞昌讲伊捌表态要来挺蔡英文连任，柯文哲也随骂苏贞昌袂见效。就有够不要脸。柯文哲未讲袂见效，因为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讲柯文哲捌表示讲要挺总统蔡英文来连任，这话嘛，互柯文哲真生气。在2018年台北市长选举之后，尤其又发生这种葛特曼事件以上，现在苏贞昌这样讲，只能说实在是有够不要脸的，我也不客气回击了。没有去注意到谁讲了什么政治的话，也不会在意。我觉得他因为要选总统，有点口不择言。我因为也不晓得他讲什么，也不在意，所以也没有评论。柯文哲到后要参选2020，阁未做决定，毋过却已经先互民进党当作是对手，因为无欢喜讲一直互针对。即届柯文哲真正是会使讲是碰碰叫，强要甲民进党拆破面，去互当作是全面开战。我不是开战啊，我当然就是这样啊，礼尚往来啊。现在蔡英文的主因是什么？没有啊，跟你讲哦，其实我们都有给民进党机会嘛。我对于人家怎么样子，不是那么在意，而是在意有没有把工作做好，有没有把岗位锁好。甲柯文哲碰碰叫比起来，苏贞昌讲的话就较温顺，双方几落该透过媒体来对射。想当年白热合作的感情，目一年就哪像已经变作过去啊！记者综合报道。
接下来，咱来看国民党的消息。高雄市长韩国瑜确定要代表国民党参选2020年的总统大选，也传出私底下拜托前主席连战来到牵线，安排甲郭台铭、王金平见面来沟通，就是因为烦恼讲这个郭台铭会脱党参选，也是王金平会另外组一组来选，影响着蓝军的选情。今仔国民党主席高敦基也来发声，唔通脱党来贴破面。高雄市长韩国瑜全力伫拼市政，不过这个时阵上担心的恐惊也是2020大选蓝军的整合问题。是不是主意理是传接班，或者是还有其他的人选？我们都是全心全力在拼市政问题，其他问题目前都不在考量。有请连战出面来整合郭台铭跟王金平院长。好，谢谢。韩国瑜这个人回应市政，对于所谓的国政期对满意加讲，在初选胜出了后，韩国瑜随拜会朱立伦连战。不过，伫咧联络郭台铭时阵被回来，反讲韩国瑜为了整合问题正担心，结果拜托连战牵线，希望甲郭台铭会能见面，就惊讲郭台铭会脱党参选。当然不希望他脱党，因为他也是我们国民党大家都非常尊重的同志，我不希望他把这个非常好的对国民党的感情、对国家的感情。不要有任何的闪失或者变动，这是我们的期待。到此为止吧，好不好？因为这个一直在讲什么脱党参选，就明明没有见面这个部分的话，要等郭董回来。这个事情他不在啊，所以要他见面或谁来一个见面，这没有人知道啊。寻求蓝军整合团结，除了郭台铭，也有关键少数力量王金平。本来定20要甲韩国瑜见面，临时取消。虽然王金平讲会搁再安排时间见面，不过也强调伫咧过去是支持韩国瑜做好市长。点起来，2020总统大选是毋是搁再替韩国瑜扛轿，恐惊也有变数。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拜访加勒比海友邦，来到最后一站圣卢西亚。圣卢西亚的总理也亲身去接机，伊也来感谢，表示台湾对因的教育甲医疗真有帮助，也讲到未来也会协助台湾参加到国际事务。总统蔡英文访问加勒比海友邦最后一站来到圣卢西亚，总理查士纳亲自接机，两个人做伙检阅机队。蔡总统随后带团去到查士纳的故乡，主持圣朱德病院建建计划动土典礼。圣朱德医院在2009年曾经不幸遭遇火灾，除了同感不舍，我们也非常希望全力支持医院的改建，来提升医疗的品质。蔡总统讲，病院的建建唔乃当大幅度提升圣卢西亚南部民众的医疗品质，更加会当落实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圣卢西亚这项工程按算要甲咱国银行贷款4000万美金。除了医疗协助，自2011年开始，咱国农业技术团就投入圣卢西亚经少血斑病防治计划。总理查士德除了感谢台湾斗相共之外，嘛强烈表达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上的事务。So, we obviously support Taiwan in what i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and we're very sympathetic that 25 million people are being isolated, and we think t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has to respond to allow Taiwan to b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some of the critical agencies like the WHO and ICAO. 支持台湾参与国际，除了友邦之外，阁有北约前秘书长，嘛是丹麦前总理的拉斯穆森，伊嘛呼吁欧洲伫咧中国打压台湾的时阵，应该爱站出来讲话。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国际友人关心台湾，关心台湾的民主、自由、人权那也替我们发声那也希望就是说我们的国人对于台湾的民主自由要珍惜。那么，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责任，要把台湾的自由民主世世代代的传下去。蔡总统拼外交，就是要让台湾持续伫咧世界上被看到。蔡总统伫圣卢西亚第2天，按算的先和圣卢西亚参众两院的议长会面，随后会伫国会发表演说。演说的内容也受到外界关心。记者综合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17讲到台湾有特定的媒体的编辑部门，通好着中国的国台办对新闻的内容来私盐入比。这个消息一出来，迄个媒体集团就随发表声明来反驳这是恶意中伤的假新闻。NCC 今仔日也随邀请到媒体来说明，在国外拼外交的蔡总统也提醒民众爱注意假消息。共我细力感谢亲自俾台湾媒体话题，唔拿国内真关心，嘛互国际真注意。英国金融时报7月17报道指出，有特别的电视台产生寒流，而且这间媒体的记者佫讲，中国国台办会使对编辑部门来下指令，针对报道的角度嘛有讲话的权利。毋过消息公布出来，这间媒体集团虽发表声明，讲是超过以上人的假新闻，会追究责任，提出告诉。若是中国国台办嘛发文驳回，这个报道是有影无迹、乌白生话，佫讲是民进党政府利用国外媒体来生话。类似的讯息，其实在台湾的社会流传很多了哈。那很多的消息哦，我们也都多多少少有听闻过哦，共同要一起来努力哦，来防止这些错假讯息或者被操纵的这些资讯哦的散播。总统蔡英文参访加勒比海友邦的时阵做回应，希望大家对假消息会当特别注意。NCC 嘛开始启动行政调查，这边下晡就请这间媒体集团来进行说明，要了解实际状况是啥款。台湾是一个尊重言论自由还有新闻自由的国家，所以我们只能再次的说，期盼媒体可以自律。我们如果取得相关的资料，会提供侦办的单位来做参考。规范的对象主要是以受中共或委托之代理关系同时具有危害国家安全或主权的行为的人那么我们相信，在这个立法院审议的时候，会有充分的讨论，形成一个整体的政策方向跟共识。陆委会表示，立法院后一个会期会针对中共代理人进行审议，而且嘛指出，照顾按法规定，民众袂当替中国发动、赞助或者是发电组织等等的代志，若是想要危害国安，会当进行处罚，而且嘛警告北京政府，唔通甲影响媒体的手段用伫咧咱台湾。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台湾、中国的专业证照是无互相来认同。不过最近中国的福建有认定一部分的职业证照，亲像是建筑师、土木专业、食品专业等，有超过50项的职业证照，因有来认同。不过，唔拿这个证照的部分，学历也是真看重。部分台湾的建筑师认为，这款的行为是统战的目标。后生伫上海开建筑设计公司已经超过15档，家己嘛身兼台北市土木学会理事长。伊讲，伫咧对外从事建筑设计营造，无专业证照根本无法度经营，因为对设计图到时间营造拢需要建筑师签证才会当过关。台湾建筑师执照伫咧对外无效，所以敢若会当开大钱请顾问，或者是转包工程，经营成本不哩啊悬。那我们做设计人，你在设计组上签。你要负那个设计的责任啊！我那个桥垮下来，你就是判刑啊！签证的这个部分啊，你还得用他们的大陆的注册工程师，所以那个负担变得很重，根本不太可能在那边有什么发展，因为你的人事成本非常高。中间证照互相无承认，互台商真头痛。不过福建再度释出对台湾的措施，会直接认定台湾职业证照，包括建筑师、土木技师、食品技师、农业技师等等，超过50项的职业，会当直接对应中国相关的头路。不过嘛是要有一定的条件，若是只干那证照无下经历，干那会当对应助理级的职称。但是若是有证照，佮有一定的下经历，就会当对应中级或者是官级。让利叫统战，它的工程量不多嘛，可能做个3、2年就结束了。那对中央可以交差啊，有一个业绩啊，就这样。所以那个杯水车薪啊。认证过程中有没有附加太多的这个学历跟工作经验要求，或者是说没有完全是这种国民互惠的原则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抱观望的人还是会比较多啦。陆委会是表示，中国对台湾的措施一波刷一波，为着要吸纳台湾人才，敢若看会到优惠措施，却看袂到对应的实行细节，或者是法规配套。要去对方从事相关的头路，要先做好风险评估，以免触犯到对方的法令，限度甲制裁。记者综合报道。
印度航拍岛那是海上警报已经解除啊。另外，伫菲律宾西边的低气压也会在半暝的时阵来接近台湾，中南部加花莲、台东的雨水是愈换愈明显。印度风台岛那是继续往北震动，即日台湾北部加东北海面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嘉义以南的地区加恒春半岛有的所在会落大雨。另外，伫彰化、南投、云林东半部加台中以北的山区，要注意大雨的情形。也那菲律宾西边的低气压，目前是较未做热带性的低气压。虽然讲这个风台的海上警报已经解除啊，不过这个风台雨水也是真饱甜，亲像昨昏伫咧南苏，就是为昨暗落雨落到今仔透早，大雨是落袂离，造成这个溪流出大水，公路淹水，甚至是放弃。另外，伫云林沿海地区，昨有发生到抽水机放伫外口，准备要来抽水，也毋过有骑奥多摆的人去弄着，煞来过身。自透早南苏地区开始落雨，雷公四那。天光了，雨更加大，一寡野溪已经涨起来，有一寡路也已经淹水。气象局就着南苏地区10月早起为止累积雨量已经超过140毫米，环岛公路一寡所在放弃未通，正伫咧抢修。大概是在4、5点开始，有一阵雨势比较大。早上气象站的时雨量是大概是40毫米左右。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台东外海风景正强。航港桥东部航务中心宣布，来回绿岛甲南苏的客轮10月19日2天停航，20点后是看天气情形才决定。另外，伫云林发生一件不幸的意外，途中也看到安全帽啊甲奥多麦的碎片。到云林靠湖一位19岁姓郭少年人，17点8点半左右下班半路经过矫正大牌。敢若因为天暗看袂清楚，直接启动到大牌边的抽水机水管，送去了暗时10点外抢救无效而死亡。伊老爸讲，囡仔自细汉伫咧单亲家庭大汉，结果提早办入伍，想要较早出社会到三港厝来经济。以前都是低收入户，然后就是，然后就是看，就是这个小孩子，他是说，看这个就是这个家庭，就是想要去赚一点钱来帮忙。因为车祸现场抽水机广线附近无采任何的牌啊甲封锁线，包厢到现场勘查也承认有疏失。其实我们预部20几台，我们陆续在做警示，但还没做到这边的时候就发生意外。承伤，因为他自己的一个设置不当或是未加注意，会负这一方面的责任啊。他在这方面会有他的一个机制。包括他的一个自己的赔偿，或是他有相关的保险。云林县政府初步了解，是包厢无做好警告标志，再加上天暗看袂清楚，才造成这件意外。未来会加强各单位做好警示，加打大型的反光牌卡，以避免再发生意外。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到各地头的消息，伫咧台南。开山里又该增加天狗类病例一例，这监署也表示讲，这个病人是无任何镜头互发现，是做伙验血时阵才发现讲又得着天狗热，也伫这个区域继续来除药啊，来清理掉炭病源，这个疫情应该是会当控制。卫生局人员替社区居民一个抽血检验，台南市6月底出现本土天狗热，市政府伫6月30到7月17日期间。去确诊病例的人伊住的所在，还佫活动地扩大抽血，想要到一个7月初2抽血70岁查某人，伫7月17日天确定感染，是台南的第11例，毋过毋捌出现过病症。这个个案是在我们7月2号的时候，我们扩采的时候，它有第一次就出现一个抗体，就是 IgG 阳性，所以我们要经过2个礼拜来做扩采，所以这个报告在以昨天来确诊出来。卫生局回回7月初2查某人感染验出抗体，原来是2015年捌感染过第2型3型的抗体。伫7月16第2届采检进前，佮感染共型的病毒，才会无病症，选去互验出阳性。染病期间，若是去互放啊定着，嘛是会传染。应该也过了这个所谓的传播期了啦，所以目前也并没有可能在散播疫情就是了。当地其实都有该做防治，他们家也有去做防治过。好佳在这个查某人平常时活动的地点，拢伫即波疫情并炭病源，还佫有除药的范围。
开展立马连续4天来拼强大拖病源的所在。大型的压缩车连续载超过10吨，啊，毋过高雄7月16确诊第40例病例。捌去过台南7个，啊，还有西港活动。台南市政府已经加强来应对。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的陆军官校当咧传染着这个流行感冒，大家互相是喂来喂去。最近半个月有100多人出现有感冒症头。高雄市卫生局也进入学校来调查时阵，发现讲伫顶个月2到15的时阵，就有2个人确定有流感，学校拢无甲因过去，造成这2礼拜大家是互相拖来拖去。若准有延前通报，上悬会当罚15000块。在昨天下午大概5点左右，在802医院这边因为出现了大概20-30例的一个流感的症状的个案，那所以才通报给卫生局，因此我们才介入调查。因此，在通报的这一部分呢，陆军官校在这个过程里面是没有完成，采取金额是3000到15000。卫生局统计，目前这个学校大约有4000多人，也阁有58人到当时也未好势，也要求校方爱进行着环境的消毒，而且破病学生爱甲因先隔开，也爱定时来量体温，向卫生所来汇报。不过，陆军这个方面来通报讲，这着病的囡仔拢是懒懒散散，并无隐瞒这个军情，也会来向卫生局来表示这个意见。讲到公共危害的单情事件内面，互检举上介济就是买味的问题。亲像在台北新北投的 Burger King， 就因为气味伤过重，也超过了管制标准10倍外，互罚30万块。最近伫咧新北投捷运站附近的 Burger King 汉堡王楼顶都是主题区，啊，毋过进前营业的时阵，产生的臭油艾味，互附近的民众检举讲味伤重。实际问附近的民众，有人感觉讲臭较挡袂牢，有人感觉阁会当忍受。鼻一鼻足艰苦的，足不会鼻的，鼻着想要走。好像楼下有吃的哈，我们楼上蟑螂会比较多。对味道是觉得还好，味道我是还好啦。目前像附近几间素食店的排烟口设伫咧楼尾顶，汉堡王的排烟口设在1楼。虽然每一个人对怪味的感受无同款，但是台北市环保局委托检测，卡进汉堡王的怪味污染关联确定达超过标准，所以个重罚，阁爱限期改善。这个地方的标准是10，那检测出来的标准是100，那超标的10倍，就是除以3倍的罚款，所以就裁罚30万。汉堡王为着要改善怪味，已经加装活性炭、除味箱、臭氧机等等空污防治设备，其中排烟机更加提悬4成的功率，总投入成本上100万，对被罚30万，伊表示会阁再申诉。根据环保署统计，1807年全国的公害电证案件以怪味污染上悬，总共有94000多件，超过1/3。记者综合报道。相信观众朋友拢有伫咧赶时间要上班，这阮的车门煞关袂起来，前时间一定决策问题。根据着捷运公司统计，无多顺利关开原因，大部分拢是吊伫牌仔看水的物件伫咧卡掉的。捷运列车进站，旅客陆陆续续上到车，啊，毋过有时阵车门会发生无正常、无法度顺利关起来的情形。娃娃的吊饰、白白白的笔、电池，这些哩哩扣扣的物件，拢是对捷运车门的缝摕出来的。台北捷运指出，有时阵因为旅客随身的物件落伫咧门缝内面，造成车门卡掉咧。去年总共有65件车门无正常，有5成以上是车门卡面啊，尤其是卡棒顶悬的吊饰，都爱特别细腻。可以连在这个上面。拉出来就可以刷卡的那个有时候还蛮危险的，因为你还没进去，他在后面呢，就是赶快进门，赶快进捷运门。一旦车门无正常，无法度顺利关起来，站务警官会随向前查看，使用钩仔排除捷运车门旁的物件。若是当下无法度顺利排除，恐惊会影响到全部旅客，必须爱落车改坐一班车。50%的事件是因为卡住衣物而造成的。当然，旅客在靠近车门有时候过度倚靠啊，那可能随身物品或者是在掏取东西的时候，可能也会造成这个随身的物品掉落在这个车门的沟槽，影响到这个车门的关闭。
台北捷运呼吁旅客伫咧上到车厢的时阵，一定要细离，入去车厢行对内面，排伫后边的卡网该用手关的，莫离车门伤晚，避免随身的物件搭入去车门旁内面。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国际新闻。日本京都伫台湾时间今日透早8点半，有一间有名的绑架制作公司京都动画发生火灾，因的1号工作室被放火，火灾死亡人数超过10人，另外也有30多人受伤，另外也有30几人到今也找无。红拍牌火伫3楼的窗仔门崩出来，看到互人真惊。案发的地点是伫咧日本的京都市的福建区，这是真有名的动画制作公司京都动画第1号工作室。パンチをだね、2回ほど爆発音今から言うと火の気が上がってきてすごかったですわ。結構もう赤い火の気がバーッと。日本 NHK 电视台顶媒体引用消防人员的话讲，因接到报案了后，出动30台消防车和救护车赶去现场，了后对1楼开始一楼甲人救出来。NHK 的报道指出，火灾发生的时阵，有70多名京都动画的员工分散伫咧1、2、3楼每一个楼层做工课。搜救队伍先伫咧1、2楼之间发现10多人已经出现心肺功能停止的状态，靠除受伤送病院的30多个人，另外30人左右阁无法度联络到人，也毋知影生也死。现场有目击民众甲警方强称，看到可疑的查甫人摕汽油伫咧现场泼过了后，阁点火。搁大声喊讲去死，这种充满怨愤的话，警方后来伫咧送病院的伤者当中，找到涉嫌放火的41岁查甫人。京都动画是伫1985年成立的，主要业务范围除了接受电视台和电影公司委托制作动画，嘛提供动画技术咨询。伫日本相关业界有袂歹的名声，红遍日本、韩国和两岸三地的卡通版的蜡笔小新，京都动画嘛有参与制作。京都动画除了同款伫咧京都乌地市的总公司，和第2号甲第3号2个工作室之外，也佫有伫东京的办公室以及大阪的动画制作子公司。这届互人放火的第1号工作室是伫京都府的京都市。记者综合报道。受到日本出口限制影响，南韩中央银行今仔日也将2019年的经济成长预期对原先的2.5%修到2.2%，基准利率也自1.75%降到1.5%，民间也开始抵制日本货。韩国央行18举行记者会宣布降息的决定，这是3档来头一届调降基准利率，幅度是1码，对1.75%降到1.5%。4月时阵提出的2019经济成长预测是2.5%，嘛下修到2.2%。出口投资类似低迷，就业形势严峻的情形之下，日本限制对韩国出口半导体关键材料，嘛是促成央行降息的原因之一。 한국에 대한 수출 규제가 그야말로 현실화되고 또 뭐 경우에 따라서는 더 확대되고 한다면은 우리 수출 그리고 더 나아가서 우리 경제에 미치는 영향이 뭐 적다고 할 수는 없습니다. 그런데 이 영향이 어느 정도인지는 지금 사실상 저희들이 설명하기는 좀 어렵습니다. 日韩两国的政府相关部门，像外务省、商业通商主管部的官员，拢会出席23到24伫瑞士日内瓦举行的 WTO 世贸组织总理事会会议，讨论日本对韩国的限贸措施。南韩总统文在寅18下晡，佮和5大在野党领袖伫青瓦台见面，就目前经济的大挑战交换看法。实际是当4个月来朝野领袖头一间见面。另外一方面，南韩民间抵制日本货的运动持续扩大。KBS 的报道讲，全国有23000间超商将日本产品落价，总量有100种以上。有的店家阁调降日本商品的价销，亲像将米露的价销调降到100万韩元这尔含的价位，用这个方式阻止消费者买。日本平价服装品牌 Uniqlo 伫韩国一礼拜的入卡量嘛落26.2%。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17日首尔和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等人士会面，表示会帮助韩日两国解决矛盾，两早找到解决方案。The United States, as a close friend and an ally to both,
will do what it can to support their efforts to resolve. 日本提出交由第三国仲裁强定南韩陆港案的要求，青瓦大方面已经严正拒绝。这一点，日本表示会将案件送到荷兰海基国际法庭处理。另外，韩国民间打算透过法律方式卖出所谓的日本集团企业资产。东京方面嘛警告，会采取更加进一步的保护措施。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因为歧视族群的言论，红跌甲足惨的美国总统川普，17伫白宫接见世界各地27名受到宗教迫害的受害者，其中包含着新疆的 Winner 阿伯以及着中国迫害法轮功的成员。Appreciate it. 美国总统川普17伫白宫的办公室接见分别来自17个国家27名遭受同款宗教迫害的受害者。根据白宫提供的名单，27个人当中至少有4名来自中国，包括维吾尔族的穆斯林、西藏佛教徒和基督徒。当中的法轮功信徒张国华，佫较是川普头一届伫白宫接见的法轮功学员。张国华因为信仰法轮功被迫害3届都改失去7年7个月的自由。当面甲川普表示，娃娃摕掉法轮功学员器官。 战争的情形持续在发生，要求川普要制裁中国政府。 And where is this now? Where is your husband a prisoner? Now my husband in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and Suzhou prison. 今年7月20是法轮功学员和北京当局迫害20周年。法轮功学员7月18会伫华府举行反迫害集会和大游行。前中国领导人江泽民伫咧1999年下令迫害，中国至少有4000多位法轮功学员确认被迫害致死。但是维吾尔族的穆斯林伊尔哈姆，伊的爸爸是维吾尔真有名的学者，被以分裂国家罪名判无期徒刑。目前被关伫咧新疆的再教育营，新疆的再教育营目前关上8万名的穆斯林。 Do you have any communication with him? I haven't heard about him since 2017 because that'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camp started. Anyone who goes to ask about anybody's family members' news will never make their way back to their own homes. 17号，川普接见的佫包括来自北韩、伊朗以及缅甸的被迫害人士，佫有去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伊拉克所作的亚迪兹的维权人士穆拉德，以及纽西兰基督城清真寺枪击案的生还者。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阿波罗11号已经发射50年啊，其中有一位还阁在世的88岁太空人，可能16登到发射基地来参加纪念活动。不过这50年来，拢无其他太空人上月球，也互其他阿波罗世代的太空人感觉真感慨。美国阿波罗11号发射成功。 3位太空人阿姆斯壮、艾德林加柯林斯最近写下历史，完成人类的一大步。人类第一遍也是目前唯一的一遍成功登陆月球的任务，16届满50年。88岁柯林斯也来参加纪念活动。当时的任务分配是艾德林加阿姆斯壮开登月小艇老鹰号登陆月球，柯林斯守伫咧月球轨道的母孙哥伦比亚号。伊讲家己一个人啉咖啡、听音乐，真享受。 I had hot coffee. I had music if I wanted it. Good old command module. Columbia had every facility that I needed, and it was plenty big. And I really enjoyed my time by myself instead of being terribly lonely. I was not one iota lonely. 伫纽约花园市的航空摇篮博物馆，正公布伫咧举行纪念活动。 由当年负责建造太空舱的格拉办公司郑元刚做解说员。When you're on the moon, there's no 7-Eleven, there's no gas station down at the corner to supply you with spare parts. So we had to have everything foolproof. 过了50年之中，一直拢无人搁再成功踏上月球的表面，互工时代的太空人真感慨。 We're in a situation today where we're talking about doing something in 5 years. But we have yet to see if we got the resources to do it correctly. That's the big difference between then and now. 美国阿波罗11号计划伫咧1969年7月16执行，7月20成功登陆月球。任务指挥官就是史上第一位踏上月球嘅太空人阿姆斯壮，已经伫咧2012年以82岁年纪过身。记者综合报道。
行政院甲国安会已经达成共识，将海康威视、华为甲中兴通讯这3间厂商列作公务机关禁止采购的黑名单。学者认为讲，这除了强化宣示国家安全以外，也看到政府伫经济方面来看顾民主甲人权。车牌辨识到能自动辨识司机是否在滑手机，人脸辨识技术甚至能辨识到体型、肤色。强调人面辨识技术甲云端监测。海康威视是全世界上大影像监视产品制造商，全世界市占率37%，用伫中国天网系统成功在教育行。因为国安议论，行政院甲国安会已经甲海康威视甲华为、中兴通讯3间厂商列入公务机关禁止采买黑名单。这并不是定案的资料。那的确，公民行政委有召集会议，不过最后的这个办法修订的内容以及所谓的名单，并还没有出炉。行政院讲，正式名单会搁再公告。华为的手机今年第一季全世界市占率排第2，伫台湾的手机市占率排第4。不过，华为几多遍被积极有治安疑虑，甚至被美国指控涉及间谍活动。行政院国部会已经禁用华为产品。只有中兴通讯是中国的综合性通讯制造商，积极推动5G 设备。2018年违反移动禁令被美国制裁。方面呢是显示政府有决心要去对抗这些资安，还有就是科技攻击上面的决心，因为它被用来做新疆在教育营的监视的系统。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宣示其实也代表政府它在民主还有人权价值上的坚持。学者认为，这边政府提出的黑名单，除了强化宣示国安以外，对海康威视的禁令，也让看到政府伫咧经济活动也捍卫民主人权。记者综合报道。伫台中市的地下岛，互民众投诉，讲装的监视器拢是中国牌的海康威视。台湾基进党也质疑讲，海康威视是用伫中国的社会信用甲天网制度，煞变做台湾公共场所的监视器，认为有资讯安全的问题。台中永工处也讲，目前有8座地下岛有使用，拢总有128支会紧来甲换掉。地下岛内面的监视器，甲经过人的面动作拢翕甲正清楚。不过，这个要来确保地下岛安全的设备，是来自中国的海康威视监视器。这个和行政院点名有治安疑虑的产品。他们好像会监控我们的那种脸啊，看到我们的样子，我们可能讲的什么话。不管他实际上是不是真的有做这件事情，就是心理上会觉得有影响。刚若是台中市英在路甲台湾大道路口的地下岛，就16支是海康威视的产品。台湾基进党台中党部讲，海康威视参加中国的社会信用系统甲天网制度，协助收集人口面部资料上传，是伫美国的商业制裁名单内有治安的记录。它跟华为一样有治安上的疑虑，可能会有后台传到中国等等啊，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但是我们认为说它是有安全上的疑虑。目前行政院甲国安会已经有共识，包括海康威视3间厂商将列入咱国公务机关禁止采买黑名单。不过，海康威视监视器即马伫咧台中市，包括公益、民权、英才、美村、中平路、东西2边，进行北屯8座地下岛内面，总共128支。台中市地下岛用中国的天网监视器系统，台中市永工处讲会伫1礼拜内换掉。我们的合约里面规范的只有功能，我们不能够针对个别的厂商去做标签，或者是去做特定的一个厂商的一个规定，所以只要符合功能规定，那我们大家都会做采用。台中市永工处讲，除了上新的英在路口地下岛是去年发包，今年施作，其他拢是进行就设置，对厂牌无特殊的限制。因不监管是公务单位的警政系统，经过清查确定无使用中国海康威视的监视器。记者综合报道。大学指考成绩今仔日出来啊！大学考试分发会也公布讲，今年上届登记标准同款是英文、数学加化学的组合，原始的总分39分以上，这个考生就会当去参加登记。不过今年分发的名额比去年少1000多个，推算这个录取率大约是8成多。
三城实验题、三城素养导向题，今年只考物理科互袂少理组考生真伤脑筋。依照统计成绩来看，顶标75、均标49拢是5档来上低。大考中心提醒考生，阅读理解能力上重要。从字数来看，去年这个4673字，今年5889字，增加了1200字左右，所以大概。对我们学生的需要阅读理解的能力的提升，需要再加强。物理偏难，数甲嘛共款，目标拢比去年下降。新校辅导专家有估，今年医科录取分数会下降。第一类组考题偏简单，搁再加上招生的名额减少，有估平均的录取分数会升高15%，嘛因为回流名额减少将近5000个，特别是中段的考生，安全的校系爱加添一寡。大家填志愿要保守以对，进攻区的科系20个为限，不要再往前抓了，因为有很多他不知道的状况。那在弱点区跟保守区，可能要把它善用科系，把它填好填满。大学文化会指出，今年72种采购组合，上低登记标准有原落在英文、数甲和化学组合，元素总分39分会当参加登记。因为今年只考有49000多人报名，正式分发名额是34576个人，有估录取率落在8成外。我们虽然今年的那个指考报名人数呢，它没有大幅减少，但是我们的整个招生员呢，主要是下降了。我刚刚讲到大概在14% 左右。今年只考招生总额是去年的8成6 ，34576个名额，占大学总招生名额的32.53%，是2年来上低。要安怎确保调到理想的校系？专家讲，一摆的志愿好花天，分布了是毋是有合理，而且符合个人的期待，检查好势才阁上网络登记。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科技大学甲屏东科技大学有想要合作一间，今仔日也宣布到云林科技大学也想要来加入。如果这3间学校若是合并成功，教师的总人数会到1200人，学生会到32000多人，会成做台湾高等教育上界大规模的合并案。伫电脑拍数字入去，机械手骨就会当甲人类来行棋。培养高级工程人才，高教技职龙头台湾科技大学今年6月份已经传出讲有意思要甲屏东科技大学来合并，18去宣布讲要扩大规模，合并计划甲云林科技大学加入来。若是3间学校合并成功，会变做台湾高教史上上大规模的合并案。在这个过程当中，云科大也听到了消息，他们呢在整个的工业设计以及管理上面呢也非常的有特色，他们也希望加入我们这样的一个阵容。3间学校拢有家己的专长，大科大上强的是理工领域，屏科大是专长农业科技研发，培养农业管理人才。2间学校加起来有互补加分的效果。本科大是有工业视觉经典设计学门，而且地理位置较中央，合并成功校区会当下过北中南3个地区。教师人数会当到1200多人，学生是32000多人，学生的人数会比台大更较多。我们有把握在5年之后，成为亚洲一流的科技大学，甚至在国际上一定享有很高的知名度。本来本部就乐观其成啦，目前国立大学合并还没有是用校区的方式，但是以校区的方式来作为合并之后的校务运作，其实在法源上是有的。教育部表示，真欢喜看到这件代志，基职教育整合理工，还有农业科技，会当帮助台湾面对欠工的议题。不过合并计划爱3校的校务会议拢通过，所落来计划需要报请教育部审核，通过了这是真正的合并。时间的部分还有一段路爱行，若是3间学校合并了后，要安怎改校名？校长讲会过来讨论，不过原则上是保留台湾科技大学为主，来增加国际化的感觉。记者综合报道。2014年的日头火学运占领着行政院，和警方来强制驱离，发生闹火冲突。40多名伤者控告官员是杀人未遂，包括时任的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樺，大部分拢已经结案。今仔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前台北市警察局长黄成勇无罪。
日头火下运的时阵，发现323攻占行政院，抗议民众去予警方来管理开爆发闹火冲突，40外受伤的人，各官员杀人未遂。被告包括前总统马英九、行政院长江宜桦、警政署长王道军等人，大部分都已经结案。除了前台联立委周家安，各前台北市警察局长吴成玉杀人未遂罪，7月18法院判决已无罪。他的权责呢是交付给各分局的局长，要做一个驱离的任务。那由各分局的局长呢，按照现场的状况来决定具体的驱离方式跟相关的细节。在听取了那么多的证据，然后看了那么多警方的搜证录影带，清楚的看到那么多的警察暴行之后，最后法院讲说，这个只是少数的远警失控行为，这个判决结果是令人失望。针对判决的结果，律师尤必祥感觉真失望，会搁来上诉。何议庭认为，部分抗议民众提有压制，来破坏行政院的铁骨马。吴成勇迄当阵是台北警察局的局长，是依法下令执行驱离的勤务，有主动说无违法。毋过抗议民众闹火受伤是事实。何议庭指出，有一寡警察确实有拍人提警棍公喊，已经违反警察职权刑事法。台北地检署应该开始全面性的刑事调查，甲真相查清楚。调查结果我现在不去做推测了哈，那司法我们都尊重。北院他会退订退回本署，那本署收到之后会再另外依法处理。对这个代志，内政部长齐国勇回应，尊重调查结果。台北地检署是表示，等待案件提回来，再个做后边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共同合作的福卫7号在顶个月发射成功，目前已经成功观测到头一条大气层甲第二层的资料，代表这个卫星是运作正常。不过，搁要试1个月才会把这个观测资料予气象局。另外，第二层高度的资料，未来也提供予军方也是飞行员来予 GPS 定位更加准。3, 2, 1。福卫7号顶个月发射成功了后，各项功能试验拢是正常的，而且伫这个月16日北纬7度国际换日线附近观测到第1条大气层甲第2层破线资料，17反应处理完成。就算讲卫星运作参数要经过最佳化处理，1个月了后才会甲资料提供予气象局。毋过副局长戴明典知影第1条观测资料传回来是真欢喜。福卫7号卫星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是温度的垂直分布，那这个是高度。你看从地面往上，温度是一直下降，到温度最低的地方叫做对流层顶。大家可以看对流层顶非常的窄，好，这是其他卫星看不出来的。地面电指出，福卫7号特别的所在就是，伊毋是影像卫星，实际上观测资料显示出来是温度、湿度的分布图，而且会当看清楚对流站点的温度，会当帮助气候变迁的研究。所以福卫7号的价值是其他传统卫星无法度代替的。若是福卫7号观测到的第2层高度会当提供什么帮助？国建议太空中心表示，会当提供予军方也是飞行员来判断 GPS 定位敢有准无，或者是有受到干扰。GPS 在定位的时候，如果受到电离层突然的变化，它定位会变不准。那这时候如果我们福卫7号可以提供这些资讯，那飞行员可以去判断说这个时间的这个 GPS 定位准不准确。福卫7号成功观测，代表卫星运作正常，预计发射第7个月了后，第2层甲气象资料会免费开放予各界来使用。伫太空中心网站面顶会当看到6粒卫星，目前暂时搁伫咧共一个轨道。目前是要集中伫6点钟以来，甲资料传回来，未来会豆豆分开。发射的第19个月了后，才会完成6个轨道的安排，会当伫24点钟以来平均甲观测资料传回来。记者综合报道。107年度10大国人死因，失智症排伫第13名，比起前一年的22名。为什么会走较靠前呢？医师也认定讲，这是因为这几年来，大家早就予医生看，也真早就来认定这是失智症。其实真侪疾病死因，拢甲失智症有关系，也请民众爱注意。全台湾失智人口2.7万，60岁以上的时代有1成着变。高龄社会失智人口一年增加，
去年个人死亡原因失智症排13，比前一年第22明显的升真多。医生讲，应该是这几年失智症确诊率慢慢的提高所造成，但国华比这个数字应该更加观察到。像英国跟澳洲是第1名或第2名，那美国是第5名。我们的好发率大概是在大概8% 左右，而且我们老化的速度比较快，所以我们应该因为失智症死亡的原因不会比别的国家少。医生讲，失智症患者因为身体功能退化，造成肢体障碍、爱多的面层，容易引起肺炎、泌尿道感染等症头，严重的就心肌衰竭。有一款患者无就医确诊，死亡原因就规律真多，造成了并发的疾病。卫福部讲，失智症过去确诊率较低，怎么透过社区共同照护中心，希望提早确诊、治疗、照护，减缓恶化。我们希望在前端让它不要恶化的这么快，或者在恶化的过程中，它也能够尽可能去保护到它自己的一些功能，那么它可以去降低被人家照顾这样的一个需求。卫福部讲，过去失智症患者伫咧严重退化了，仍然被送到安养机构。若是当提早就医确诊，维持基本的生活能力，就会当留伫咧社区享受较好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大道瑞丰国小的毕业生李品如，伊汉草虽然细粒子，而且佫半身不遂，不过因真拍拼伫咧福建，到今也已经会当行，也得到总统教育长的肯定。希望伊这个拍拼唔轻放弃的精神，会当鼓励着真侪人。伫黑帮提起粉笔，马上就会使画出一只可爱大猫仔。12岁李品瑜讲，画都是伊上喜做一件代志。为自出生开始，医师原本判定伊一世人拢徛袂起来，不过靠着无放弃的决心，渐渐会使较正常的小朋友共款，会嘛对着家己愈来愈有信心。有时候就是走楼梯会觉得膝盖会痛。那你都怎么鼓励自己？我想要跟正常人一样。虽然行路起来还是小可无方便，对着李品瑜来讲已经是真无简单，因为一出生脊椎就生了一粒子胎瘤，啊，皮条神经影响着行动，为坐轮椅开始，到现在会使用双脚来行，有表的支持是上大的力量。我的想法就是把它当成是老天爷派来给我们照顾的一个小朋友，我们自己放心，就真的把他当天使在对待他。虽然成长的过程真辛苦，不过靠着家己的坚持，李品瑜今年为国小毕业了后，顺利进入高中美术班来读册，伊努力嘛受到肯定。这个月5号，为总统蔡英文的手头，接到总统教育奖，校方表示一路行来，看到这个囡仔成长甲自信。我认为这样的孩子更应该去融入大团体当中，而且可以充分去发挥他的能力。像品瑜，他在阅读上非常有天分，在绘画上很有天分，他愿意到低年级小朋友那边去讲故事给他们听。李品瑜父亲对着囡仔转变，嘛感觉真感动。先有未来嘛陪伴囡仔伫美术这条路继续来努力，嘛希望会使用正面的力量，鼓励更加侪当日接受考验的小朋友。记者台中综合报道。这过日仔，南投市卖书伫咧过年同款，因为南投配天宫的城隍爷6月半伫咧做圣诞的生日，从14暗时开始就进行暗访的活动，小连续闹了3天，咱做伙来看。放起马炮、牛头马面和幻射将军带头，伫咧旧历6月14暗，南投配天宫城隍夜访正式起行，民众对着顶头行大大街小巷，规个南投市拢闹热滚滚。是农历的6月14，也是我们习俗上的这个夜访，会有我们的牛马将军，还有3组的这个七爷八爷，在这个6月15号城隍圣诞的前一天的晚上，来到我们南投市这个扫街夜访。足闹热足好耍的，然后经过无拄到这种状况啊，袂歹，就会唤醒咱童年的回忆啊。南投配天宫城隍是南投市重要的信用中心，当年为旧历6月14开始，连续闹热3天。今年的夜巡队伍真特别，有一群忙碌的名人，也来体验南投的在地文化。我第一次尝试画脸，我觉得很帅，而且我的画脸师傅帮我画得非常的好看，很认真。这其实对我们2个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非常的初体验，因为我们2个其实是天主基督教的。还有新加坡的网红还有日本的网红，那同时也邀请各地的人能因为城隍祭而一起过来玩。南投3暝3日迎城隍，祈求地方平安，世时无灾。南投县府
久捌组织一队真声人捌的队伍，头天伫着超级大的安全帽，利用这个闹热的场面，向民众宣传交通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即马真侪人饲宠物，饲拢凊彩乌白片，在金门阁发现着缅甸蠓蛇，长度强袂4公尺，而且这是金门这几年来发现的蛇体型上界大尾的，也因为伊走入去街条偷食鸡啊，而且一届阁共食6只。消防人员手忙脚乱，就发现这条缅甸蠓蛇闭咧笼舍内底，随家胃条条，三人做伙用扫把甲伊的头拖咧。这条流量来量去，真无简单，才甲伊挤入去地下内。这是金门这几年来所发现上大只的蠓蛇。有一只大概有380公分，然后24.3公斤，大概是我们这几年发现比较大的个体。然后这只个体大概也吃了6只鸡啊，所以它现场已经因为紧迫，所以它都有吐出来。刚刚有看到在测量体长的时候，看到它椎骨有一点明显，可能它有蛮长一段时间没有进食，所以有点稍微小瘦了一点。金门这几年来，陆续有农民伫咧街条发现来偷食鸡的蠓蛇。一位姓施的农友表示，偷食鸡啊减几落只，后来才发现讲这条大蠓蛇，蠓蛇叫消防人员围捕着惊，甲食落腹肚底6只鸡啊，全部拢吐出来。因为这只蠓蛇的长度超过3米半，管久袂野放，后续会交予金门特区所，也是台湾的动物园来饲。记者综合报道。英国电视台 BBC 一位节目主持人顶礼拜去冲水，要翕海底动物的时阵，撞到一只甲人平悬的桶形水体，惊一个险的困境。看到真大只的白色水体伫海中游来游去，吸引大家注意。顶礼拜 BBC Earth 一个节目主持人代理，伫英国西南部康瓦尔海岸上水，来进行翕海洋生物任务时。拄到这只看起来有1.5公尺长的桶状水体，嘛记录这个真罕的看情形。桶状水体因为外形甲大小原因，有可能叫做是糞扫桶挂水体，是英国附近海域体型上大的水体种类。一般来讲，会当大到1公尺左右，重量有25公斤。按照逐年到5、6月时，英国海沙部其实能发现袂少来到这温暖海域。最后向拍上海岸桶状水体，按照代理拄到这只体型特别惊人。代理表示，迄天伊甲水体斗阵1点钟才分开，因为这种水体对人类并有威胁。伊强调，若是拄到真毒有致命危险的生物水体，伊的反应绝对无同，一定会赶紧离开现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天气未稳定，来看气象预报细分明。北部地区为27度到35度，中部地区为26度到32度，南部地区为26度到30度，东部地区为27度到34度。来看外岛地区，为26度到32度。新闻的最后，带恁来到古巴看囡仔做手工乐器，也感谢今日你的收看，我是嘉豪，马上同一时间咱再会。内底无碰过的碰